推大廠唔使再亂咁行，呢一篇咧幫到你。韓國大廠自用好物回購清單，記得收藏啊！TAT Tech 同韓國國民生活品牌 Too Good For School 聯名推出嘅副品牌，咁當然咧佢哋嘅雙色生活盤咧就一定要買，品質細膩，適度中等，新手就啱晒啦。其次咧就係我自己都用到見底嘅雙色霧眉粉餅同埋定型防水耳眉膏，眉粉咧係偏冷笑，粉質好實，非常自然，配搭眉膏一齊用咧唔會結塊，韓式嘢新味嘅。Dico 延續咗品牌嘅質感精神，真係咩都可以唔買，佢哋嘅液體腮紅一定要入手，質地輕盈且帶通透感，完美打造自然蘋果肌神器，真係好用到喊啊！4色眼影盤，新手必入，完全冇失手可言，品質絲滑，顯色度適中，適合日常通勤同埋藝術顏妝。Zoom 同韓國星級化妝師 Sunsemul 重磅推出嘅系列，多人咧最中意佢哋嘅刮刀粉底液，搭配刮刀上妝咧強調極致輕薄，建議可以配搭水光氣墊粉撲，簡單咁樣咧就可以打出水光感嘅妝效。如果想要妝容更加貼服唔卡粉，就可以喺妝前咧用呢一個品牌，主打低分子玻尿酸，水光前度精華安瓶，被韓國美妝界稱為妝前救星，短時間內咧就可以提高肌膚嘅含水量，用咗之後咧就可以增強粉底嘅抓附力。最後仲想特別推介2樣消耗品咧，都係可以喺 Daiso 度解決。Medipure 棉片系列4款顏色代表唔同功效，齋面設計，平滑面用於局部濕敷，壓花面咧用於2次清潔，仲通過咗 Figure 純素認證。凡士林面膜咧一直都係以保濕天花板而著名嘅高 CP 值單品，最近咧仲多咗唔同顏色選擇，大家絕對可以萬入。想要以上內容文字版，留言加1詳情整理俾你，分享儲存同加入行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識玩韓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